到了客家人的勤俭，都会把吃不完的蔬果腌成酱菜来保存。而在苗栗公馆的郭家庄，他腌的酱菜是特别的出名，主要是客家妈妈郭江玉英从小跟着母亲学腌制的技术，因此腌出来的酱菜特别有风味。现在郭妈妈的酱菜不仅有品牌，而且还有礼盒包装。苗栗公馆的客家庄这户人家，天天飘着酱菜香。跑火有没有？哎呀！夏天盛产的冬瓜准备腌成冬瓜风。其实酱菜的种类很多，而这一位客家妈妈郭江玉英都挑选当季的食材。她说，腌出好酱菜就是当天现采、当天处理，而且天气还得要够晴朗，因为酱菜得做日光浴。晒好就翻过来啊，到下午就收起来，就马上就放起，放下去。就盖起来，就最新鲜，就不会发霉。去水分，没有湿气，酱菜才能保存得久。接下来再放进自制的豆末，这可是腌酱菜的灵魂。米黄豆加上去才会香啊。慢慢发酵，酝酿4个月的时间，才是一瓶入味的好酱菜。而玉英妈妈从母亲手中学来的腌制技术，多少也反映出了客家人的简朴个性。以前的人就是说没有冰箱嘛，那么季节性就是说有什么菜出来了，吃不完了要怎么办呢？就我们的老祖先智慧很好，就是把它做腌起来，慢慢吃。前人的智慧，玉英妈妈的儿子郭胜德牢牢记着。从小看妈妈腌酱菜，就喜欢当个小帮手，学了腌酱菜的功夫，还把妈妈味量产销售。店铺里卖的都是郭妈妈腌制的蔬果酱菜，有 logo 包装，还多了可爱的八宝提篮设计，古早味又不失质感。妈有讲啊，有碱，这个东西老人家呢，也实在他们搞大，所以我们平地安尼精神，讲那东西呢，我尽量改良到个更较好，甚至外观啦、物件啦，将我的姊妹较做个成熟。古法腌制也酿出了客家风味，传统酱菜不再靠口耳行销，取名叫做郭家庄，靠时间酝酿出天然味道，就卖妈妈的酱菜香。入夏到霜寒的发酵，酝酿天然好风味。母亲给儿女的传承，淬炼客家简朴实。冬瓜风的传统，蔬果酱菜的创新，八宝提篮装点妈妈味飘香的感动时刻。